来看中国的社群软体抖音，全世界有真侪少年人咧使用。印度因为甲中国伫咧边境来起冲突，所以伫咧6月底来宣布禁止使用抖音等59款的中国的应用程式。澳洲随后嘛来表态，要对咧做。这个美国嘛有可能要来加入到反抖音的行列。美国的国务卿庞皮欧讲，伊甲因的总统川普正咧考虑要限制美国的民众使用抖音，因为就惊这个美国人的个人资料会透过抖音去互中国来掌控。短短15秒唱歌跳舞，人人都会使变成网红网红。中国社群软体抖音变成全世界动乐的舞台。不过美国嘛烦恼讲，民众个人的资料透过抖音被提供给中国。美国国务卿庞培奥接受福斯新闻访问的时讲，伊甲川普总统正在研究限制美国用户使用抖音。这个动作敢若是你对早伫6月底就宣布禁止抖音的印度。An analyst telling me that the company stands to lose up to 150 million downloads. 即嘛表示，抖音将损失超过1700亿的台票，虽然禁令要安怎实施，也唔知影。不过消息一直放出来，已经有部分印度用户跳船。So we started making content on a Rizzle app. It's an Indian app where you have to record small short videos. 虽然抖音方面强调讲未提供用户个人的资料给中国，不过这款姿态无度挽回印度的信任，加上港版国安法和各界对中国的戒心升悬，业者只好黯然宣布讲，抖音海外版先撤出香港。